风台山竹离对高雄登陆了后，在南部地区风雨也开始变大。不过，讲到这粒风台速度呢无紧，袂输是久咧烧共款，而且伊会走向真歹预测，真正是九月台无人知。高雄的街仔路风若真大，强风透甲树枝直直落来，路边的倒仔也风吹甲冰冰去。这是下晡时啊，风台拄位高雄登陆现场的状况。南部地区已经连续放3天的风台假，这届风台山刀鱼是行了有够慢，伫咧南部的海域坐几6天，到拜四中昼的时阵才来登陆。会使看到南部地区高雄、屏东陆续出现严重的灾情。面对这届风台行的路草真多变，真歹暗算，也互人想到一句俗谚：九月台无人知。过去咱应该有一个俗语讲啥物九月台无人知啦。伊中秋过去了后吼，这个太平洋高气压慢慢减弱，这个时间吼，北边有一寡冷空气可能会发展出来。即马呢，毋是搁爱注意讲，太平洋高气压这个强度安怎变化，另外搁爱注意讲吼，搁有这个北边的这个系统的影响所以风台伊这个落差的变化就较大。风台未来安怎行、安怎变化，讲法嘛有几来款。日本甚至预测讲会倒头退，气象专家是认为登陆了后，因为弄到中央山脉会继续减弱，将有可能会伫拜5中昼左右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伊若减弱其实对咱台湾的影响是就会减轻，特别是咱这个风的这个影响会减轻。雨水的部分，因为这个低气压伊共款甲风台拢是反时钟安尼伫教咱台湾这个中央山脉，所以伫花莲、台东这边山区的这个雨共款佫会继续。专家也表示，风台弄到陆地强度会减弱，但是游玩要注意后续有大量的雨势。加上北海岸、东北角地区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雨水也会较高。提醒民众，随望风台的强度有减轻，出门嘛是要注意安全。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